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用这来甲比评俗语。真侪日常生活中咱听得到的俗语，拢是用甲这有牵连的话落去学的。我讲头一句，讲大樟树破脚有茶，大只猪胎脚有肉，对毋？讲到这个猪，大家拢捌食菜以外啦，吼。啊，大只猪胎脚有肉表示啥？咱甲比评啦，伫咧买卖就好啊啦。咱若做房屋的中人啦，这间厝20平，甲这间厝200平，买卖价值当然有争差咯。所以大只猪胎脚有肉，要做大主的哦。毋过大主的人客有当地啊，原来较歹剃头。介绍讲好啊，20平的厝，咱比一个来讲200万啦。结果吼，人客咧买的人当然要出较俗咧，啊卖的人当然要花较悬咧。到尾啊，超则好势讲180万，竟然这个卖方，佮讲吼啊，什么契税啦、所得税、增值税，有的税无的税，拢总互你出好无？即摆人就会甲应啊，讲你唔通安尼一喙饭配甲一尾鱼饺，意思就是讲吼，要食人够，要甲我斤计较就对啊啦。有影咧，你食一喙饭哦，一喙饭尔，你共配甲一尾鱼饺，安尼别人要配啥？意思就是同款用这咧比评俗语，产生一个趣味，叫人讲吼，你唔通甲我论甲遮真啦。哦，这句俗语原来介艺术呢。毋过坦白讲，这句俗语即马民间原来罕得人咧讲，尤其俗语的册，各种安尼变啊变，原来罕得有得看。所以你看解文说字，我甲倾做伙，甲遮有牵连的俗语甲集做伙。结果吼，即马大家因仔断了啊，厝买落来啊，过来啦，有别主啦。来甲即个卖方讲吼，你这间厝我足介意的，我看到就一条啊。我想讲吼，莫讲200万，我2甲你买好无？换即个卖方甲应啊。原来用这比评的俗语讲啊，你货柜才要付哦。意思讲过时卖腊日，已经我厝都卖人啊，你才咧讲货柜啊，已经无火，已经冷去啊，已经原来无火炭通个应啊。结果你即马要付哦，要付哪有？同款，各种头拄我咧讲另外一句俗语咧表达，讲过时咧卖腊日，即种已经是时过境迁啊。汉文的成语就是安尼讲，安尼有影有趣味呢。逐句拢是甲这有牵连的俗语呢，无毋对，拄对，拄是，各种甲倾做伙，互你当作趣味，嘛当作台语艺术的参考。